先继续来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三读通过了。这个修法是要来放宽到临时停车限制。本地规定，伫咧黄线临时停车袂当超过3分钟。打来，若是为着要接送到还未满7岁囡仔，都无受到3分钟的限制。上主要是要来保障父母接送囡仔的安全。 2分钟敢唔够，带一个细汉囡仔，妈妈爱甲安全座椅用好势，然后家己搁好好，出发爱偌久？又是有小孩子，又要安全带，又要干嘛的？3分钟根本就来不及，至少要5分钟。像放学电风时刻，辛苦的父母如紧张，路边黄线临时停车，原本规定袂使超过3分，即马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。若是临停是为着接送未满7岁的儿童，会使无受3分钟的限制，以免伤赶出意外。 像小学生敢若行出校门，到坐起你爸爸的机车，就得要2分钟，何况搁较细汉的囡仔。3分钟谁抢得到啊？然后谁有办法那么准时3分钟？3分钟是180秒而已。就是我们也不同意幼童专用车也要提早办理的。那这样的车体更大的话，可能别的车辆看不到。如果是下车的孩子，如果穿过我们的幼童专用车要过马路的时候，相对它风险会更大。 不过安亲班的娃娃车临停无限时，这是袂使即个，容易挡掉后面车的视线。就算临时停车，靠伫这边边啊，恐惊也是无安全。